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设备啊，这是我们的音频切换器 LC30，它的作用是可以同时连接两组功放 A 和 B，以及两对无源音箱1和2，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面板上的按钮或是附赠的遥控器来进行一个切换，可以是我们的功放 A 和音箱1，或者功放 A 和音箱2。也可以是功放 B 和音箱1，功放 B 和音箱2，这样的话切换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就免去了我们一个拔插线材的这个过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还有两个比较大的 VU 表，然后它的指针的话是会随着我们播放的音乐而跳动的，可以带来一个不错的视觉效果。那么等一会儿的话，我们就用这一整套设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切换效果如何。沒有花，這剎那被破壞嗎？無野火都會溫暖嗎？無煙花一起慶祝好嗎？若愛戀仿似戲劇那樣假，如佈景一切都美化。連相擁都參照主角嗎？你說我未能定時，明明每天歡笑一次，我會說出一句美麗台詞，是你心中一種缺陷定義，流進了眼角裏的刺，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為何不壞事情，從來未察覺我每個動作，沒有聲都有愛你的鐵證。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為何總等待着特別事情？從來未察覺我語氣動聽，在我曾屬於彼此的晚上，紅紅仍是你，贈我的心中豔陽。如流傻淚，期望可體恤兼見諒。明晨離別你，路也許孤單得漫長。一瞬間，太多東西要講。可惜即將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這刻盡凝望。來日縱使千千闕歌，飄於遠方我路上。來日縱使千千晚星。